实验高级中学。哦，15条龙左右。哦，15条龙。哈哈。一群别人不懂的孩子，一群对课业没有兴趣的孩子，一群曾经被放弃的孩子，以及一群怀梦梦想的孩子。每天利用课余、假日、寒暑假挥洒的瑞穗，努力练习，蜕变成了一支有创意、有纪律、有冲动、受尊敬的舞龙队。
哦，转。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来谢谢卓兰高中所带来的精彩的表演，同时也祝福他